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做了的是一位纪录片韩国广告片的导演曾祥彦，欢迎祥源。你好。祥源是爸爸是新皮人，屏东新皮人，对不对？对。可是其实你这个是在台北台，在新北长大。对。哦，古时候卢卡没公哈，哦，家里没有讲客语。对。哦，那后来你会发现跟客家的关系，应该就是很长大了。很长大哈，真的是，而且可能跟你拍片也有关，对不对？对。好，刚才来等下可以跟我来讲。那今天邀请到祥源呢，我们一样节目的惯例啊，就会用来宾的小物一些物品跟你很有关的物品来了解你这个人。好，我们就马上抢处理本案能替红给面祥源带来的物品，跟他生黑马给。感觉有点导演哈，都是导演一天我以为东西哈。那这个。Hip 兄弟看起来有一点历史哦，所以它的特殊性是，该不会是你第一台？对，它是我第一台的单眼相机。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好有机会，也是自己喜欢摄影嘛。那很多一段时间。第一台马克思姐，你去哪买耶？自己买的吗？没有，当然有家人赞助。对，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对，那时候就是对，很不要脸的跟爸妈讲说，我们可以去买一台相机。那爸妈对你蛮好的哦。非常好，所以我们用它用非常久，用到出社会之后。才想说那不然自己再买一台工作用的。对。刚刚马克思姐可是好Hip兄，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拍照？应该说，我从国中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个有兴趣。以前我父亲他在做船厂，那他自己就为了要拍船厂做完的那个模具的样子，所以他必须要用相机去拍。然后他那时候就买了 Sony 的一台数位相机，人家是拍工作照。就是拍完要给客人的，就我就把它拿来，就是你没有在用嘛，我拿去拍，我就开始去拍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拍照，就觉得这些风景这些东西很有趣。到上高中才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接触到，就是相机，是因为上去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应该有个机会可以去做这件事。那你学只是做着学 ISO 光圈跟内容，但问题就是说比较没有机会让你去实做。那刚好学务处公差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我就去。然后去了之后就开始摸到学校的单眼，才开始就是帮忙拍一些演讲啊，拍一些人啊，就拍出了一些想法跟兴趣。对，所以就才开始延伸到我上大学之后，我觉得我好想要有一个像这样的兴趣，可以去在课业之余，也可以去让自己探索一些其他的东西。我非常喜欢拍风景，我拍一些人的一些活动，就是一些当下的 moment， 我觉得那种氛围感它是特别吸引我的。它也会让我就是在重新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你还记得那个国中的时候最开始拍，那时候就看到什么都乱拍，对不对？可是那时候还是你那时候已经数位相机，所以已经没有洗底片的问题，对不对？对，因为如果讲到洗底片的话，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父母亲去士林官邸，跟我妈，那时候。以前我们都会看照片，会看到那种清晰的蝴蝶照片。那士林官邸就很多花嘛，那就有蝴蝶。我想说，这个不知道怎么拍可以把它拍清楚，所以我就把它靠很近，蝴蝶没有飞走，我就拍，可想而知洗出来就是全糊的。然后我就心里就很纳闷，想说，这个为什么是糊的？这个疑问就一直带着我，带着到了就是上国中，那也不是很清楚嘛，因为不懂那个。到上高中社团之后才知道，原来有光圈原来有对焦距离原来有什么这些东西。国中那个时候拍比较像是说家庭出去玩，然后或者是说我去哪里我就带着，然后我觉得这个好，我喜欢我就拍，然后怎么样？但是你细节不会了解太多，一直到了上高中才开始有机会从前拍到后面的 photo editing， 整个后面的后期制作，用一些软体，然后去玩风格感觉。一开始是玩，然后越玩越专业。就我觉得越玩出兴趣，然后玩出就说，我今天比如说我拍了一个夕阳，我想要它的夕阳的整个橘红色的感觉可以再更浓一点，甚至可以把一些蓝色带在边缘这边，让它的整个氛围感可以更重一些。这时候你就会想要去知道怎么做嘛，所以你可以做的方式就是问老师，或者是说去翻一些摄影书，因为那时候 Google 没那么发达，高中的时候，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摸，觉得这很好玩。好，刚刚能够来看天日红小燕带来的物品，看下是係咪佢用同翕相有關吼？有幾種真件係也應該都係
都够开业时间哈，比较大的时候拍的吧？对，这看起来就很专业了哎。对，这是什么时期？这是我后来就是当兵退伍出社会工作2年后吧。那时候我想说就开一个摄影工作坊，然后专门就是拍新生儿啊、孕妇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活动。你说退伍的时候？退伍后2年。退伍出来工作1年多之后才开始做这个。对，那时候很有趣，然后做这件事情。那时候已经流行这样子的吗？孕妇啊、婴儿好像还没那么多。我们那时候在台中，然后那时候基本上就只有我们这家跟另外一家在做。那为了要做到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就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像这些道具都是我们当时从国外订来。然后有一些在台湾当地做，有些从国外订来，然后去让它可以呈现出一种我们想要的氛围感。对，你说当兵退伍的时候开，那你大学念什么？我大学念心理系。对。那你曾经有想要往心理这方面发展吗？有。事实上，我那时候念心理系，有一部分还是因为我父亲的，就是帮我分析完之后说不然你就念心理系啦，以后也是可以走跟商业有关嘛，因为我家他还是有自己的公司在，所以他可能心里面有一部分的寄望是这样子。那殊不知我念一念之后想说，那不然我们就去走心理咨商。但心理咨商这个讲来就是台湾这边的整个规划又好像不是那么的，对于这一块非常的 friendly， 非常的友善，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还是走回到另外一个部分，所以当时没有继续往研究所那边走。姑说爸爸是有想要让你接家业，是不是？有啊，已经对，尤其是客家人嘛，他总是会希望自己的大儿子可以回去承接家里的事业。你们有想过，也有想过这件事？有啊，因为我从小就被这样灌输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拉扯的过程。经过你退伍去开工作室，爸爸没有生气吗？我退伍的时候没有在台北，他就已经很不开心了。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就是说一个很不乖的小孩嘛，就退伍，然后又跑去台中，然后又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好吗？然后不开心，但是我还是很努力做我该做的事情嘛。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他到最后有没有接受？我觉得可能就想说小孩子你想要去闯你就去闯反正看你可以闯到怎么样，反正你到时候受不了了，你还是必须要对不对？回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如果你可以录本款，你就去开吧。那你后来这个工作室开多久？我那时候开1年多，对，1年多快2年。但我必须说，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做好，其实不是非常的收支打平，所以这个现在很红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完全没有。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拍，然后还洗，还帮他做书，然后成本可能有点没有控制好所以后来就爆了。那我们想说这样不是个方法，不然还是就是回去做家里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回台北了。对。姑说你真的有可以1年啦，好1年半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很高，所以真的有曾经一度回去接家业。没有，回去家里工作了快4年。对。然后我也是就是学习，因为我们家是做模具到塑胶射出到喷漆，其实是一条龙的嘛。那整体的作业上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有规模的公司。那要做这件事情，要开始重新了解。那刚刚我的分享就变成说，也知道我并不是念这一块的，我跟工科基本上是不是平行线，就完全是平行线。对，所以我不了解也不清楚，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开始从旁边学。那我父亲他又是一个非常比较客家人的男生，所以他可能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分享他所会的这些经历跟想象，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必须从旁边摸索。我觉得很多人他很会赚钱，他很会做他的技术，可是你要他分享他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转化成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他不一定在行。那我父亲就是那种他在他的技术专业非常厉害，可是他要去分享这一块，或甚至是做一些延伸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对他来讲有一点困难。会做某一天会搞啦，会做不一定会教。对。不过你也做了4年，还是要努力的做下去，因为既然做了嘛，那就当然会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个成绩，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个方向。但是做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碰壁，甚至你会希望就是说家里做传产，你会希望它可以规模化、可以制度化、可以 SOP 化，可以把很多的东西从 ISO 的有到落实。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努力的方向。那我父亲公司也开了
30多年了。那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要肩负起来的责任。但你在做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找不到方法，所以后来刚好有个机会可以，我父亲就叫我说不然你去上那个 EMBA 啦。然后所以也就是这样子，我才去政大上的创业主班。好，也个等下还拍个故事好讲吼，原来嗰度看天上方，今年上年代嚟嘅嗰邊，可能生起乜嘅，泡泡嘅，好，一張符是，一種符，也個係乜嘅？這是一個鍾馗的那個符咒，就是我們後來就是我離開我家之後啊。然後我就開始往一樣我自己想要做的數位媒體的產業去發展。那時候就開始去拍片。那拍片幾年之後，有機會可以去接到這個睡台北的系列的製作。然後我們那時候第一個月份的農曆月份記錄的就是7月。那農曆7月大家都知道就是會做普渡嘛。那裡面有其中一個在就是普渡完的環節會有一個叫跳鍾馗。那天我們到北投的會濟宮，然後去參與了這一次的拍攝。拍攝完了之後，那個主任人非常好，王主任就跟我分享這張紙，就說這個給我保平安。其實我們自己就帶着他去未來所有的地方，都覺得能夠平平安安、順順利利。拍紀錄片咩係可以讀到各種目標嘅人哈，所以這中間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說哈。剛剛上演是下長嘅，等下個繼續打在這裡。離開家業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是因為EMBA你念一念，就像我剛剛講，你會有其他的想法。有時候你溝通又找不到方法，就是年紀不到、智慧不到，沒有辦法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跟長輩溝通的時候，你又壓不住自己的那個想要往前衝的心哦，你就會很容易跟長輩起一些衝突。先來做客問你來了，今日來撮了嘅係紀錄片導演曾祥彥，頭上演講到講伊辦寫入歸校到翕相機，歸校翕相裡面呢退伍嘅過後又開個工作室，我後來又歸去，後來又回去接家業，陸卡係做傳產模具，然後你說你做了4年，又跑掉了嗎？對，就是你知道年輕人回去做一件事情，就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上完 EMBA 之後，然後又會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對，多多喺講做馬會上 EMBA， 其實也係爸爸建議，就是你既然要回來接家業，念一點管理。對，他就看我像個無頭蒼蠅，找不到方向嘛。然後他自己可能也想說，不然剛好有個機會，不然你去試試看，叫我去投履歷，因為那 EMBA 要投履歷，然後我就投了，然後結果想不到就真的被選上。對，然後才去念。但因為我們是創業主班，所以我們只有念1年。我們不是學分班，所以那1年內你遇到的所有的同學全部都是創業組。也就是說所有人的年紀呢，差不多跟我爸一樣年紀。是，所以我的同學就從本來跟我平輩，蹦的一下變成2倍或3倍的年紀這樣子。是。其實不是很多年輕人會去念 EMBA 嗎？對，但他們是念肯定念你們那個組。我們念有蠻多2代，因為說如果有年輕人的話，剛好是2代，但是我們那一個班剛好那一個班是創業組班，也就變成說全部的基本上，除非你是創業組或者2代，你才可以去報這個班。所以去報的人剛好就都是這樣子。那也蠻有趣的啊，結果去的大部分大概80%、90%就都是跟我爸一樣年紀的。嗰時讀到一群，其實我們係在職以後才去念研究所，其實有一個很有趣，就是你要廣義講交朋友也是，因為你會遇到來就是完全跟你不同世界的人，會搞到幾多冇共用嘅朋友。我哋也哈做風看到，其實看起來跟 EMBA 沒關，但其實都是從這個出發的，對不對？對，因為OK。對，這是你的名字。對，這我們 EMBA 那個組長，他就跟我們組員就每人都送一個，當然期許大家啦，就是說可以在自己的工作路上踏實。是同學每個人科。就我們那組的組長給我們自己組內的組員而已。對，那自此之後我就把它放在辦公桌上，我覺得那是一個勉勵啦，就勉勵自己說自己可以記得這件事，踏實的去做跟這個東西，那你才可以，我覺得穩穩當當的做下去。然後這有那麼多。對，這個我覺得獎牌比較 fancy，就是說它只是叮叮咚咚，但說實話，中國係馬拉松馬拉松，跑馬拉松。對，那時候就跟 EMBA 同學，他們就喜歡跑嘛，然後被拉去就一起跑，然後跑一跑就參加各個那個路跑活動，然後就一起玩，我覺得很有趣，很好玩。到底有沒有在念書啊？有，我們認真念書。我自己的亞總係嘛嘅？這是那個101。
就是101它有每一年都有办路跑，那一年刚好有个机会可以去，所以我们就大家 EMBA 一起组团去报，对，然后。我觉得蛮骄傲的啊！我就是跑了23分钟，23，对，23分很快吧？是不是？以我自己个人的自己的去比较，我有超越我自己的预期，这样子。哦，对。故说都会谈论亚裔群演，大家会一直去做不同的挑战。对，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除了跑步跑之后，就想说，那就大家一起去划龙舟。对，后来还有划龙舟。后来还有划龙舟，对。然后我也滑了1年，然后后来就还是要回到工作上这样子。可是那一群其他你的队员，卢黑丙台都是你爸爸年纪的人。是。你能会想过去组一个龙舟队呢？因为他们就坦白讲了，因为跑步就是为了他们下班之后，因为工作忙嘛，然后忙完自己的公司之后，想要找一件事情做，他们就一起跑步。跑一跑之后觉得不行，我们要再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又要一起玩的活动，想来想去。龙舟啦，龙舟可以啦，所以那时候一call就大家发心的那几位就找大家一起去划龙舟。划龙舟不打紧，他是直接去报名了大家赛事，大家和平公园的赛事，所以我们划了第1年就直接去参加大家和平公园的赛事。对。那成绩如何？我们至少有晋级，对，我们有晋级。对，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就是可喜可贺。是。黑妹也给龙船，所以因为你参加的这个龙舟队。是不是还延伸出纪录片？对，就是那时候看加龙舟队嘛，然后后来就是其中一个队，应该说发心的那其中一位，他就想要去在他自己企业也弄了一个龙舟队，所以既然弄龙舟队，那就需要龙船嘛。然后后来他去了解了一下之后，也决定要做龙船，他就想要把这个做一艘龙舟的整个过程去做个记录。那也刚好我们会这些，他就拉一些他旁边的兄弟朋友也一起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从旁边去侧拍了他们做这个纪录片的背后幕后。所以纪录片有另外一个导演做，但我们是拍摄，就是说从他们前期的规划到他们最后终于上映大直，然后的整个过程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幕后纪实。对。不然偷亚给 EMBA 黑 OA 再回去接家业嘛？那是不是延伸出来这个让你反而离开家业？是可以这样说吗？离开家业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 EMBA 你念一念，就像我刚刚讲，你会有其他的想法，有的时候你沟通又找不到方法，就是年纪不到，智慧不到，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跟长辈沟通的时候，你又压不住自己的那个想要往前冲的心你就会很容易跟长辈起一些冲突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选择就是那不然就先放着。就是先按个暂停，然后反正弟弟妹妹他们也陆续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也可以加入家里的事业去做协助，所以也可以说我就暂时先这样，那我就先转头回去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那反正也建立到一个程度了，那我觉得这个他们来接手是一定也 OK 的。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刚后来如黑以面感觉你的兴趣还是在拍摄。一定是啊，因为毕竟他正如我刚刚讲了嘛，从国小到国中、高中一直到现在，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小孩他的生活中，我也会很喜欢去拍一些他生活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以后他自己再回来看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感动。对。刚你感觉你读 EMBA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没关系，你后面后悔我们再剪掉。好，政大 EMBA 其实我上的这个班，它其实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年纪跟我差非常多的，少部分才是跟我相仿的。那他们去上课是叫做放松，我去上课叫做取经。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们其实上课的很多的内容是老师今天上来针对一个主题讲，比如说针对会计学，比如说针对经济学，针对企业管理学，但这一块对他们来讲叫做。他们就是来听课听讲座，但我去是真的认真要学到东西。所以当里面课程所有的东西它完了之后，它会有很多分组作业，你必须要去念哈佛的商业的那个 paper 个案的文章，之后你要提出你的想法，跟老师跟你的辅导员去做讨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蛮多的，虽然说他们也有一部分是会吃饭喝酒，但我觉得那一块以外，我学到最多的是从他们这些真正身经百战的企业主，在不同的 background 里面，他们所看见、所想象、所相信的事情，我可以从他们这些经验里面去学到东西，然后内化成我自己可以用的东西。所以不是照本搬过来，而是就是我觉得内化，
然后真的实际上用在自己那时候在家里做，所以我就真的直接把它用上去。而我觉得从里面得到蛮多的，这件事情是我真的觉得说没有浪费，就是我花了学费，跟我花了这些时间，跟喝了酒这样。对。刚刚拖回 EMBA 一九家庭而去个省立边给影像制作公司，大概毕业就觉得要自己开一个公司。没有，其实我那时候 EMBA 是我在公司第2年的时候去上的。对，那时候我 EMBA 因为我 EMBA 只有1年，就是我刚刚讲它不是学分班，它就是1年。完了之后，接下来我就实际，所以我还是实际有落实在家里做2年，做了上完课，边上边学又边做，所以可以说是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真的去落实下去。对，落实就会有碰撞了，然后就对，那到最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先暂缓。我就转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应该蛮多传产如果赌都案的一个问题哈，就是2代之间因为做事方式一定会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中间的过渡代很多时候会有像这样的一些机制去让2代接班或者是3代接班，可是像这样的东西有时候是双向的，就是说大家都有自己的盲点，而那个盲点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或是一个方式或是一个人去做中间的就是牵线人的话，那你会很难去读到彼此的心，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同一件事情，甚至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较好。对，韩国卢卡尼会 Q 哈，就是很亲近的人要一起工作，其实真的是难度会蛮高的。对，然后我爸他是客家人，所以他其实有他自己的责任使命跟他的一个大男人在，所以有的时候又要非常的尊重他，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必须要很明确让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步。他有时候很欣赏你不退步，你知道，但是他有时候又不能让你就是他又不能让你觉得说，好像都你讲了算，对，就我觉得sometimes这种中间的叫这种灰色地带是你可以去做的，但问题是说，因为我们面试很多人进来，你会必须要对下面做一些 report。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传统公司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有制度性的规划，有的时候叫做一个感觉，一个 kimoji， 大家一个感觉，大家觉得开心，好，那就一起做。有的时候也不是钱的问题，但你越来越接近现在的世代，大家会要求的是劳保、健保，这些都有了。应该说，大家会要求的是3节奖金，大家会要求的更多的是更细的一些绩效，或者是我未来在哪里。我今天不可能，我毕业之后进到你们公司，那我未来我看不到。你必须要让它不断的往前，那不断往前，就一定会碰到很多制度面，很多我们必须要自己蹲下来，好好的扎马步的一些内容。这一块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故种没有长途，其实也不是勉强啦，也不用勉强，对不对？就是假使遇到卢卡尼给管很爱顾好，然后你其实也有你自己其实另外更喜欢的事情，还有来录 getting 这个出来开公司，然后就是做影像制作这些，就是拍纪录片啊。然后刚刚也有稍微有说到哈，就是你的纪录片其实拍到蛮多平常不会接触到，就像刚刚说钟馗府这种，因为拍摄纪录片，古时读到嗰度冇去用嘅文化风格也得接触。古时我哋了一下，等下技术来讲，如果看下上演对拍纪录片也嘅部分，唔嘅收获係嘛嘅，很多嘅试下查。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让它记录下来，让以后我的小孩，或者是我小孩的小孩，他有一天可以看到说，2024年的那一天有发生像这样的事，有这些人来参加。那湖山里在几十年前的那一天，有这么多人的参加这种植炉主、植杯炉主的活动，而这件事情的延续，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跟传承。今天来到阳明山的湖山里，这边大坑土地公，这就是我这一次在睡台北2月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个场景。那我先跟土地公拜个拜。
其实看到中间这一尊石头土地公，其实它也是就是这边的10大土地公之一，那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古老的土地公。我们那天来这边取景拍摄这边地方的时候，其实相当的热闹。外面啊，其实搭了棚，那下面有很多等一下土地公祭祀完之后的一个吃福会，那这边聚集了非常多的乡亲里民，大家就在这边准备要保楼住。最重要的地方是说，我会看到这一群人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们跟神明一起共处的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出自于就是说，居民自己想要持续这个传统，还是这个地方本来就一直是流传的这样的传统？做了这么久的土地公这样子执交杯炉主的仪式，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进行中。即使这边的年轻人已经逐渐外流，但这样的传统，它会不会发生在台北市其他地方，甚至整个台湾其他地方？会。刚刚讲了这么多，里面有一个很热心的人，她就是李秀霞女士，她也是这边的里长。那等一下里长还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湖山里这边很重要的一些地点。里长来了，里长，哇，里长谢谢。不好意思，小心，真无法度，阿苦。对啊，这边可能爱进。我在山上是一条龙，山下是一条虫。我特别喜欢，就是如果又再看到曾经拍过的人，或是曾经互动过的人，大家又在有机会可以一起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像你看到一个老朋友、老同学，然后大家这样子，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过。对。里长，这个水，你是说它是蓝宝的那边？对啊，就是从蓝宝泉那个水源出来的，所以这边的水是一流的，我跟你说。哦。而且这个是我们的七星农田水利，现在叫七星农田水利署吧，哈。我们的这边附近的灌溉沟渠。当你走到这里，你就要开始注意路边有没有特别的奇怪的东西。我们看看前面一个大石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土地公爷爷，俊伟，好俊头俊伟的。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土地公爷爷在这里。土地公。对，保庇大家平安，哈，土地公就在这里。你路过，不跟你讲，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土地公会坐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当时这个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就靠着这一棵树，好。的树根有没有？就撑住它，一个这样子就可以顶住它了。哦，好像很危险，可是这树立在这个地方几十年了。很开心今天可以再跟里长一起来到湖山里这个地方。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农历2月结束之后到现在，已经隔了一段时间。那今天又再看到里长，觉得心里面充满就是一种悸动吧，因为已经好一段时间没看到里长，今天又再看到他还是这么的热情。回到这个地方，那回到这片土地上，我们在睡台北的时候，有机会去拍到台北市各个地方，都让我觉得何其有幸，可以去拍摄到这些地方。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地方透过画面记录下来，跟大家做分享，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先来做客，欢迎来了土豆上演带大家去到阳明山跟湖山里哈，就是你先前拍纪录片的地方。我们这次的那个外景的选择也蛮有趣哦，就是你之前拍摄的地方，然后隔了一阵子你再去拜访那个里长，感觉你好像还是看到他蛮感动的哈。对，其实我蛮喜欢那个地方的，主要的有一个原因是说，大家都会觉得台北市是一个很繁忙的都市，阳明山去就是去看花钟，就是去看这些樱花什么没了。我们比较喜欢的地方是说，我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到一些小地方去慢慢看。所以我今天到了九份，我今天到了鹿港，我都喜欢去走那些小巷子，然后进去看看，就很有趣。所以像阳明山里面刚好有像这样的一个地方，湖山里这样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一种探险的过程。然后我可以有机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去了解到一个地方的一些，我不要讲文化了，我觉得是一个小故事啦。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到这样子的地方拍土地公？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睡台北系列的一整个计划
对，在规划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请一个顾问老师简友庆老师，他也是研究台北碎石民俗非常资深的一个老师，他就跟我们分享嘛，1月、2月、3月、4月他的建议，然后后来讲2月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看一下他的 paper， 然后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论文，同时去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跟这个地方的里长去做联络，然后才发现了这个地方有这件事情，应该说才开始深入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也透过这样的拍摄，才有机会可以去真实的参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那边的人特别的真实啊！我不想什么叫特别的真实，你基本上去台北的其他各大庙会，或者是其他民俗活动，不要讲庙会，单纯民俗活动就好了，你可能很难去直接看到一个人的情绪感受。怎么讲呢？比如说你今天他这个人的保丢楼住，还是这个人他直交杯直到的炉主，或者说他这个人他今天抽到了什么，他其实他的开心可能就是一堆人群用，所以很开心嘛。那如果这些群众都散掉了，只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在他得到的时候，那个当下的感受会不会是很纯粹的？你会不会看到很纯粹的那个他自己发自于内心的感受，就是那种我觉得所谓的我不能讲中南部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乡下的朴实。我阿嬷那个地方，他们乡下的朴实，你会直接看到这件真诚流露。我在湖山里那边就看到这件事，跟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不太一样。他们那天去做炉主的直交杯，他们是半年一次，也很有趣。为什么要半年一次？因为这些人年纪越来越大哦，一年抽可能抽不到自己哦，所以半年一次才比较快哦。所以他们后来我记得几十年前就改成了这个方式，所以他们就抽，然后接下来就抽到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抽到，他们抽到一个5杯，就是直交杯，我们都知道连续指嘛，就他直到了5杯，就那一位先生刚好有事情，他没有办法，就是回来迎接土地公回他家。那他们就讨论了一下嘛，这当然有点失落，所以我们在拍这一段跟剪这一段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氛围是慢下来，本来一个5杯，然后突然间，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空气的凝结，然后到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有一个阿伯，他真的也很想要引土地公来他家3杯的，他也是把他请回他家。虽然说他不是首选，但请回他家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眼眶，从他的讲话跟内容中感受得到他心里面的那个愉悦，发自于内心的愉悦跟骄傲。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我们开始信仰的东西是手机里面的脆，或者是银行账本里面的数字。我们开始信仰这些东西没有错，因为这本来就是生存，这本来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今天不论要去哪里，我上捷运就要BB了，就要花钱了，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看都是习以为常、稀松平常。我可能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注说农历7月应该要拜七娘妈，以前会做这件事情，但现在不会了。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关注说10月有一个下元节，这是东方的感恩节，他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做些什么事，我可能不会注意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有一辈的人在那边做，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去注意到呢？当我们发现我们所在意的这些东西没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那可能必须要去拜一下附近的土地公，然后去祈求一下我们的平安，或者是祈求一下我们父母亲的健康。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返回来去看这件事情。但有时候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断层了，因为这些经营这些地方事务的人，他们也是会有2代的问题，所以很有趣哈。我们在这一年在拍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陆续的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身为旁边的旁观者，我心里面只是觉得，就是说有幸可以去记录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但除此之外，好像也只能这样。就说台北市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让它记录下来，让以后我的小孩或者是我小孩的小孩，他有一天可以看到说2024年的那一天有发生像这样的事，有这些人来参加。那湖山里在几十年前的那一天，有这么多人的参加这种直杯炉主的活动，而这件事情的延续，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跟传承。对，我只想看这些，因为如果要讲太多，它就又会牵扯到一些政策什么，我觉得那就不用了。但单纯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信仰对于一个地方的影响跟连结，我觉得真的是看在于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影响程度。就是说你今天相信这件事情，它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心会安，你就会相信他，不然你就不会在你今天出车祸或是干嘛的时候吃个猪脚面线，或者是去拜个土地公。通常是这样嘛，就是你发生一些事情你没办法解决，你就会去拜个土地公，拜个龙山寺，拜个哪里。那这些信仰就很有趣，它就会充斥在每个人的地方，或者是你会跟上帝讲。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但就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我看到，就是说，它正在发生，但这些东西信仰的影响，它到底是因为这些人想要、需要而存在，还是它本来就存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比较偏哲学的问题，但我觉得在现在的世代不断的在推进的过程中，你慢慢的会发现有些人他们想要慢下来去看这件事，他们想要慢下来重新去看一些过去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想回去看？因为现在不一定看得到啊，所以我很喜欢回来湖湘里这种地方，就是说它看起来像在都市里，阳明山多棒啊，但它却保有了整个农村应有的整个面貌。但这也必须归功于它阳明山禁管，他们不能做一些什么，但也就是这个地方，它保有了这些事情。然后里长非常认真，也很负责的把他该做的事情从他接手开始都做好。这种心，是我每次在拍这些片子的时候，你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这个对方他到底是不是出自于内心想去做这件事情，或是他只是虚应故事。你做的事情其实也有几种自家的感受同见解吼，加较多最美团的个罗罗斯一个上人因为对有特别意义的料理，我咱们好奇会带人嘛给好，我来带下个讲下罗斯，好可以先试下茶。谢谢。看主菜就知道，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我父亲他会一直在前面主导很多东西嘛，可是他不会讲太多，所以 even 在旁边做帮厨，你也是自己看，你不懂就要问，所以大部分时候小朋友你不可能自己去问父亲很多东西嘛，所以就变成说你跟他的沟通会比较少，但你会觉得哇很厉害，你在做这些东西。现在做客慢人来了，都要最美的集团，我哋来说好食的吼，我哋来看下是今日上演带来乜嘅对有特别意义嘅料理，好，我哋请处理木本我哋，哦，可以了，够好吃呢。你 order 的是真的很厉害，谢谢。是蜂蛹，对，只是我们现在是现代版。好食，但一般他搞的蜂蛹都会滚太快耶，这样子。对。好，刚才是看到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小助理煮的啦哈。这个如果包含跟你家的差别，其实不错哎。跟你们家有什么差别？像是因为我们那一大块嘛，客家煮它是一大块。当然你不可能一大块直接吃啊，你还是会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汤匙直接把它撕开，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吃，所以就像撕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去吃。晚生很常吃吗？小时候蛮常吃的，因为你一次煮会煮一大堆，然后你就会，我爸就把它全部分成袋装，然后冷冻起来，然后今天回来时间不够煮，但是有那么多人要吃的时候，就退冰一袋，然后蒸，然后你们家是爸爸煮哦？对，我们家爸爸煮。好多硬讲，爸爸就是哈嘎那么耶。可是我认识的哈嘎那么耶很少会煮的呢，就比较特别。我其实以前在上小学、上国中的时候，他们说都是妈妈煮，我们家都是爸爸煮。对，弄很特别，是爸爸爱煮吗？爸爸爱煮，然后也爱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他特别喜欢全家人坐在桌上一起吃饭这种感觉。所以他煮完我们一定要等他先洗完澡出来，全部坐着才可以吃。就这一点就感觉出来了，就是然后他做任何的料理也一定有他的步骤，一定有他的要求，他自己会知道，所以你在旁边要帮他可以，但是你要学会他那一套，不然你就会被他。姑寿虽然你是在双北长大，你小时候吃到很多客家菜，吃到蛮多的，因为就是很爱吃嘛，所以我们就我们3个小孩其实都非常幸运啊，刚好就是都有机会可以去吃到这些东西。从客家肉丸啊，然后就是那个肉条，有没有？姜牛眼，肉圆。然后那时候以前阿婆他会做嘛，所以我们就是他可能过年回去，或是我们扫墓时候回去，他就做一大堆，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回来台北，然后我们就是大家就可以蒸来吃啊，沾一点酱油或者直接吃都很好吃。跟妈妈呢？我妈妈会听书哈，爸爸在煮菜的时候会啊，妈妈会在旁边帮忙。那妈妈会助手。对。我还真的蛮少看到是这样子的。真的吗？通常都是妈妈很会做。就是
妈妈就是爸爸，他可能在忙的时候他会做，但大部分来讲他都是就是帮忙，帮忙洗菜啊、切啊、干嘛的这样子。那你小时候会看吗？会看爸爸做吗？我就看他们在忙，就看他们两个在忙进忙出。我记得我曾经在写过一篇作文说，我觉得我爸妈这样的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以后我也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等到轮到我，我想说，哇，这真的是有需要一点点，就是彼此要，你知道，一个地方你要做菜哈，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啦。比如说像我父亲做菜是那种，他今天做完这道菜边做边洗，他的速度很快。我今天炒完这盘菜，他就直接锅子就洗，然后就准备好下一个。他不会就是说我今天做完还有一堆其他的东西放在那边，不会。所以你看他做完一道菜，桌面就清空，然后再重新再来，就是他会，因为对他来讲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他很喜欢这样子，他就是一直。哦，刚刚你给人家这个我会煮哈，你自己做菜哦，你也会做菜。我不像我爸那么厉害，他那个太厉害，但因为习惯吃家里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之前去大学在外地念书，你就会想说，我想要做家里的比如说酸菜白肉汤，然后你就会跟爸拿那个高粱酒罐做的那个酸菜嘛，然后能都看有几个果粒出来啊？有，然后所以就会拿来，然后就那时候就把它用那个筷子有没有？插进去那高粱酒，然后把那个高丽菜拉出来，哇，到最后面实在是有够拉，有够难拉的，只能不断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把它拉出来之后，就开始下去煮，然后问我爸说：“爸，你这是盐巴加几匙啊？然后什么东西加几匙这样？”大家哦，好，你都其实讲到几多，如黑爸爸，讲无讲到妈妈，妈妈对你的教育方式很有。我妈妈哦，看煮菜就知道，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我父亲他会一直在前面主导很多东西嘛，可是他不会讲太多。所以 even 在旁边做帮厨，你也是自己看，你不懂就要问。所以大部分时候小朋友你不可能自己去问父亲很多东西嘛，所以就变成说你跟他的沟通会比较少，但你会觉得哇很厉害，你在做这些东西。那沟通比较少，变得我妈会去补足这一块，所以她会花很大篇幅就是接送我们嘛，然后还会去做很多其他家务事，同时她又要帮忙我爸的公司去处理一大部分的事情。所以讲起来，我妈蛮万能的啦，她真的蛮猛，她是一个很猛的女强人。我们家公司我刚刚讲就是有做传产，有分模具跟塑胶嘛。那时候我妈基本上就负责整个塑胶这一边的整个生产啊、调度啊什么都是她。所以她不是单纯坐在那边当老板娘，然后算钱，然后她是必须要到现场去，然后去 check 这些东西。然后时间一到之后，下班就变成我们妈妈要来接我们，然后回家之后，然后帮她老公去煮饭。不然的话就是帮忙弄一些东西，那有时候太忙的时候没办法这样子，就比较 OK 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妈她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哦，叫做我觉得是 carry， 就不能讲 carry， 叫做真正的补位者。就是一个团体里面也会需要很多补位的人嘛，这个时候这边缺一个人啊，赶快有个人过来补位。我母亲她就很厉害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她把很多事情都觉得这是她要一起付出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今天如果说比如说要接送，一定是我母亲，然后但这个过程她就会开始跟我们聊天，她会想尽办法的用她所可以跟小孩接触到最多的时间去跟我们互动，所以她就会在接送我们去补习班，或是接送我们干嘛的过程中，就会跟我们聊说今天学校怎么了啊，然后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的。透过这些聊天，他会了解他小孩今天在学校不 OK， 然后甚至学习中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状况，他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所以我妈其实很关心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她是这样子的。即便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工作者，但她还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她蛮厉害的，我必须说。看起来她好像在我生活中就是这样，但就是好像刚刚讲的主要都是我爸，但其实说实话，我相信如果没有我母亲，她在做这些补位者的角色的话，大概我父亲也会很多头烧，因为光是事业就很忙了嘛，他哪有时间去管到这么细节的东西？那我母亲她就完全补足了这件事情，甚至连我爸的长辈需要些什么，他也是必须一并都考虑进来，还有我妈自己的妈妈需要什么，一并考虑进来。所以我妈就觉得她很厉害啊，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多方调度。所以像这种人呢，就大概很难再遇到，我都觉得我爸很幸运啊，就只能这样讲。对。刚人家有经营这个工作室嘛，沙哈里有在想，你会设定一个目标吗？你希望可以做到用呢哈？这个好像我几个月前跟我妈聊过说，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这个到底想要做怎么样。就我自己在做这间公司，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
企业刚开始的前几年，说实话，我们不会讲太多漂亮话。我觉得它就是你要生存下来。你有一句话就是在EMBA里面讲的，气喘的够长，你就可以活下来。所以气喘的够长，就是你要能够足够的案源，能够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我都会说，我希望可以踏实的把每一个案子做好，就这样。那有机会做到什么，我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一直以来到目前为止，看来我都能够持续的慢慢一个一个推进。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它从头到尾都做到一个段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希望每一年自己都可以持续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直到我可以有机会，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做一些准备，希望说未来可以有机会可以去提一些比较有趣的案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他可能就又有机会可以获选的话，我觉得那很好，就又会是一个方向，可以去记录某个地区、某个地方的一些事情。对啊，因为你在做这个东西，其实我以前如果没有做这一块，哪一块做记录这一块，你大概也不太可能去翻纪录片出来看啊。我必须说，真的是这样子。就要你去打开国家地理频道，你都不一定会去打开来看的。但你开始去做这件事之后，你会发现说，哪一天你的小孩在学校，他可能突然间看到这个东西，他会知道说，哦，有这件事，这个好重要。突然你自己在做这时候，突然发现说，对。在前面念经的那个道士，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再过个不用10年，他年纪到了，他就不能做了。那他有没有传人？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有没有办法做到跟他一样，这么的维持传统，或者说那个年代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不一定。对。诚如我自己在拍这个纪录片过程中，有一个老师，他就分享一件事，他说，我们所谓的传统，都是来自于你妈妈的传统，妈妈的传统就来自于她妈妈的妈妈的传统。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所爱的这个风肉，所喜欢吃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妈妈在做，其实都是一段一代传承下来。这样的传承，不论在民俗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一样。他今天只要中间有一个人不一样了，也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代的传统就可以是未来我们小孩的传统，所以现在传统正在翻转中，它其实是一个滚动式调整的过程，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它就是这样啦，就不会改啦。我们怎么知道最早的风肉它有没有没这么油？就是其实这个过程搞不好是已经开始被改变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其实是正在改变中的传统，而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的记录，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多谢熊岩今天分享安东的故事，谢谢你，谢谢，多谢谢。你还可以继续吃可以啊，好，我把它吃完，谢谢。我们现在已经话讲完，因为太棒了，因为我们公方案加个手图，你不可能边讲边吃。对，我想说，我这样吃可能会很麻，挺拍水。呀，可以吃。谢谢。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你家更不油嘛？你爸爸做的。因为我觉得这已经不可能不油了，就是你在做这个不可能没有一点油脂，因为会不好吃。对啊，所以它会有一些，那我觉得会刚刚好。对，这蛮好吃的啊。我们确实以前就是这样，而且我们那时候小学6年级、5年级的时候，我父母亲事业正忙，我跟我弟啊，我跟我妹，我们2人在家暑假，然后就要中午要吃饭，他没有空从工厂回来帮我们做。